大家好，今日嚟試玩下呢隻 game 啦。咁我哋可以合成啲武器先，同埋可以提升下啲屬性。咁仲有啲鑽石禮包啦，個價錢表，仲有個免廣告露禮包，78蚊港幣。咁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先啦，拜拜。咁我哋繼續放喺度掛機打金幣啦。咁呢隻 game 主要掛機為主啦，呢隻單機遊戲，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下載嚟玩，拜拜。